你以為所有火都可以用同一支滅火器救？大錯特錯！鋰電池一起火係熱失控，傳統嘅滅火筒係撲滅唔到㗎。防火易推出嘅 Compact 6Lit 鋰電池專用滅火筒，有效抑制高達600瓦嘅鋰電池火災，尤其適合物管公司同埋場所負責人。香港消防署認可嘅鋰電火災終結者，佢用咗專利 FER T1 滅火媒介。鋰電起火最驚係復燃，佢可以瞬間吸走熱能，將溫度壓落去，斬斷熱失控嘅連鎖反應。鋰電池專用滅火筒唔單止係鋰電克星，佢仲要係滅火界嘅瑞士軍刀。唔單止可以用喺 A 類、B 類、F 類嘅火災，佢仲經過1000瓦嘅電擊電氣火測試，停車場、數據中心、辦公室同機房一支搞掂晒。最緊要係佢無忽，符合 ESG 環保指標、綠色管理。話俾租客聽，你係最注重安全嘅物業，唔好等到出事先後悔。今日就為你嘅物業裝備鋰電池專用滅火筒，即刻揾防火儀，專業守護，一步到位。